南风。人有人，人有人，那样都那耶稣，最好是白白看天不梦，依旧条条剪下心思。水无限，云从是从天开天，强颜是纯属南天北面。妹，这个时间你就会做本爱些。你要做，飞鸟飞。阿妹，做嘛？无啦，来看同爸讲话的时间啊，同平常都无共样。你看嘛看啊，看你妈死啊！你是莫名唔错哦。我了迄休息嘅时间，唔係上班嘅时间。哎，提啦，我是同无共样嘞。哦，阿妹，唔天天的事啊，还先行诶。阿妹，你妹，喏诶，你用得了？阿婆，你给了买回来嘞？喂，所以啊，同阿婆天数。阿姐啊，哦，买的很嘛。哎呦，阿姐，我夾夾睇哦，好好讀書，下禮拜哦同爸共用做醫生。每次都讲一样的话，很无聊哎。哪有？第一次跟麒麟講。松柏啊，同蛋奶狗。我每次都是這樣。我了解，同阿婆天数。哦。阿姐啊，買累呀，啊？哎呦，哎呀呀，還買累呀？你妹，你阿放爛，
做嘛先生，好啊，好你通下报，同你报。不会通呢，不会通呢。哎呦呦呦呦，阿姐要上色喽。哦，干嘛开？来，哦，好，来，要不然拿哦。那么，鹏啊，而家細年的哦，一個一個來的，即食的啦，做的啦，每項攏愛錢，開銷大個嘛。是个做的拢唔是少啦，真正爱少吼，那是因的教育问题。唔過我愛講哦，唔是少啦，硬起俩呢。日春的吼，阿哥無限，細年的功課啊，我多注意些哦。好啦，來，你辦本事，阿姐要上色咯。哎，你过来一下。对，帮我把这个盆栽搬到前面去。哦。哎，可是这个盆栽我们不能乱动哎。可是它这边会妨碍到家属跟病患的动线啊。因为这是院方决定的位置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去动它。谢公正，你是谢公正？对啊，我是何桂玲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何桂玲。对啊，小学4年级的时候。你就是那个一直当班长的何桂玲。对。哇！你现在在台大当医生啊？对啊。哇，那你阿婆肯定更夸你了。她小时候就爱夸你，现在一定更夸你了不起。还好了。那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记得你以前还没毕业就搬家了。对啊，我们全家搬到上海去。上海？对啊。哇，那现在呢？现在啊，在这里搬盆栽啊。搬盆栽？嗯。为什么要来院办？你怎么跟以前一样傻啊？说真的啦，先帮我把盆栽搬过去。哦。所以来台大医院是来管理盆栽还是？没有啦，我是来报道的。报道？我是新任的护理长。护理长？对呀。你是新的护理长？我之前啊在上海念的是护校，副校长知道我回来之后，就请我过来工作。那以后我们就是同事嘞。是啊。那我先去带你参观护理站，认识你未来的新同事。好啊。不过我们先把盆栽往里面搬好了。好啊。对啊，这动线真的不太好。不好意思。怎么啦？谁惹你啊？在这里除了副校长，谁敢惹我？高中两年哦。齐助你，俺哋因素压力啊，歹势哦。唔怕啦，硬是唔喺同事哦，等唔同吧，喺忙錯噶，來。俺哈，我猜啊，他是因为没有选上护理长，所以才生气。啰嗦，你干嘛多嘴？唔怕啦，阿爸係扮用忌讳咩？哎，你的球不就手呀？我跟你们介绍，这一位是新来的护理长何桂玲 ，Miss 何。大家好。这位是我们第一外科的主任许庞欣许博士。你好。这位是阿红姐。你好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快刀名医徐博士。啊，
你好，你好。嗯，你好，你好。主任，你现在有没有空？我想跟你聊一聊。好啊，你说。我想知道您对于目前本院的护理工作有什么看法？像是护理站不应该吃东西的。感谢。新护理长，我想要护理站的工作还是我们自己人比较了解，就不用麻烦徐主任。那你要不要请谢医师带你去医院其他地方参观一下？所以徐医师，你现在没有空吗？哎，那件事情哦，龚正平去入会啊。哦。好。主任，我是这样觉得，因为护理工作之后会跟外科紧密配合，所以我下次聊聊。好，下次。不好意思啊，主任有会要开，比较忙，我带你去参观医院。哦，好。阿凤记，那先来哦，这边请。那院长什么时候有空啊？院长吗？也许我可以安排下午的时间，先带你过去跟他沟通。中医排泄，慢慢來。哦。唔怕啦，咱明年哦，這個CIT都還用。中醫唔好安尼講啦，幾年後醒來嘅，對醫院都無熟悉，有時候我將會帶佢去老老嘅看看下。哎呦啊！這些錢。我看没问题，天哪。過年整開你啊！哦。哎呀，家己費用我懶到安樣。你總統府做秘書吼，家己生活一定同緊做。係啊。仲然啊。唔係咪我媽關嘅新來嘅護理長？我冇用過。將條細妹哦，做滿都非常麻煩嘅。因為講啊，帶面來帶錢嘛，無非印象。我會請機飛落去講。將條細妹哦，我應該能吃得到佢。夢還要講嚟兩步。紗布。好的。哇，40分钟好快啊！凭了主任的记录。凭记录就不用说了。大家好，我想台湾第一流人才都在这里了，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同仁将来在一起工作。不过，过去在日本的制度下呀，我们养成很多陋习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改过来。例如，我们升迁的管道是一个不正常的管道，我们要改过来。同时，在医院的名称上，我们也去掉日语的附属医院，要改成台湾大学附设医院。另外，我希望各位医师在医院里不要讲日语，尽可能的说国语。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，我会慢慢的把它公布出来。哎，朱英，你就提下边了，我吃东西啊。来，你要照好手哦。
呀，红姐。哎，哦，副理事长，我们在休息室吃东西，这样可以哈？当然可以啊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。哦，红姐，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加班日志表。加班？对啊，我会放到我最新的报告里面去。我吃完东西再去找你。你只是在吃东西吗？我想应该不是太重要吧。那应该先把公事办好，可以麻烦你跟我过来一下。走慢哦，明天出书哎。来，坐。有超市的啊。为什么？啊，不是啦。听说下次开会啊，会公布有关新的人事规定，像徐主任你的教授资历啊，到时候会一并检讨。不过送一个后费还经过正式审查的呢。我想哦，我的学费啊，我的技术啊，全都会真的啦。高中应该抵能冲啦。嘿啦，不过高中没讲嘛，在日本时代啊，有一些不正常的管道，这种陋习啊，一定要改革的。常主任，杨医师还没讲，下摆开会，我来重新审查后费啊。其实没冇嘛改咩，就会唐人讲啦。你不要担心啦，我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一下，哦。我是很期待这一次的改革啊，希望能够帮医院立下非常清楚的规矩，这样是最好的。总共一支啦，你后尾唔一定外观拿到嘅啊，那种金属嘛，不过你冇麻烦啦，就安样啦，哦。你冇烦哦。你讲啊，爸，忙衰啊！听讲你唔爱上课诶。你偷教一下英文就可以啦。爸，水唔摕咯。我喜欢英文诶。系啊，英文读好来吼，就做得去外国看看呢。有机会嘅话，我想去美国。听人讲美国马开就好呢。以为佢讲美国好，哪会美好？唔同我讲啊，你阿美唔好嘿。爸，做嘛你讲？我同你讲啊，认真读书到哪边都强用啦。就像我啊，在台湾拿博士，反要做体外科主任嘛。来讲体你啊，冇人敢讲体啦。爸，你好点点做嘛去？我又冇讲嘛，你唔系真的要去美国？我冇同你讲嘅，我要看书嘅。
我博士学位几辛苦刚拿到的，哪用根本你的位的呢？既然我开位长爱，凭嘛解？佢哋用做定係用喏？你要当爱哦，爱都无会做的。佢哋有講我唔會做誒。无啦，但是爱都无爽的。人家又冇講我唔會做，你一家娘按死腦筋咯。佢當時係一家堅持要留鐵太太，你一家講的啊，我做一個外科的醫生，請有留鐵太太，那麼有機會接觸新的東西，那可以進步的啊。但係佢電視報中喊咩？用安尼講咯。無去日本留學嘅係事實啊，佢哋也冇發現嘅專業，唔知道我免得到嘅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愛請假啦，你先去睡啦。妹啊，你冇睡哦？娘的喏。冇事啦。冇免按倒，不管我不會哦，多多嘛解釋，我卡嘅人哦，真係最重要嘅，好啦，你啲啊嘛。早些睡了哦。走。你而家開幾飛啊？應該會去鬧你咯。鍾意，大家頭講嗬，當你走順注意咗順偏房嘅尺度，我會識行嘅呢。哦。係前面去啊？徐主任，早啊。哎，你今天看起来很没有精神哎，一点都不像你。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台大医院要好，外科护理制度要先建立好，要向美国那种训练的方式来看齐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每年要淘汰一大批人，主要是让大家不断的要求自己在进阶。我这个改革方式，各位还同意吗？那好，那么就要回去再多研读一下我们新的制度。哎，何护理长，你们护理部门的新的进展怎么样？好，校长，让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计划成立供应室部门，将会引进国外的最新技术，来统一消毒跟灭菌的工作。详细资料呢，已经附加在报告上面，请大家参考。好。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一定要先建立起制度。校长，我觉得何护理长的公益室理念非常的好，我和第二外科会全力配合。谢谢郑医师。我希望第一外科也能够全力配合。徐主任，
这2天进驻那位吴秘书，你要多关照他啊。是。校长，吴秘书手术后的状况非常稳定，我会密切注意的。好，有你们2位主任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好，那么今天的会议就暂时到此了，谢谢大家。何护理长，我们现在人力不足，你要很辛苦了。不会来这一次，会来当护士就不会怕辛苦啊。总医，我教总讲的有谈算无？其实意思讲，下摆应该定出去哦，我写假条。啊？有啊。唔系啦，其他讲吼，要是要吃土吼，当年个代验医生全部就要重新来审查，迄讲无过哦，就会无条路呢。是啊，那有点咩的啊？个审查个过程吼，也唔是很容易来审查。其他讲的迄美国个制度，当然迄美国转来个医生较严啊。好了。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去办的，那你这个事情我不用你要去帮我看一下。校长，校长。哦，许医生，对不起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。哦，好，什么话？我们现在年轻的住院医生都很优秀，也很努力。我不知道校长为什么要用这么严格的标准来对待他们。医院是帮助病人求生的地方，我不觉得严格标准有什么不对啊。那我换一个方式来问好了，请问这个好跟坏的标准在哪里？我觉得呢，如果是让我来梳理的话，就先针对那一些没有出过国、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住院医师进行一次考核。郑主任的意思是，针对我这种只有台北医专毕业的医生吗？你不要误会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能否认嘛，那些有出过国的、去日本、美国留学的医师们，基本功总是比较好的。我不同意你的说法。我们台大医学院训练出来的医生，绝对不会输给外国留学回来。这样大家好嘛，用做得比嘛。你发现我的意思？你这个面啊？息怒。徐主任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徐主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校长，您的标准是什么？真的如郑主任所说的吗？是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但是，郑总说的没有错呀，学历是一个公平的基础，也是考核的标准。当然了，这只是第一关，通过第一关还有第2关、第3关。像徐主任，你只是台北医专毕业的学历，能够在台湾大学做教授的职务，恐怕只有你一人了吧？不是吗？你也明白啊，像这种机会，只有在日据时代才会有。如果以现在的标准，恐怕呀，徐主任连台湾大学教授的聘书都拿不到了。校长，我想病人也好，医学院的学生也好，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外国留学回来的经验，
而是实力。我对我第一外科的医生说过，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因为这个标准而必须离开，我想我会先走。徐主任，对，主任，校长的改革也是为了医院好，你就算不认同，这样子公然反对，我想不太好吧？我认为错误的政策如果要继续做的话是不对的。可是你这样可能会害到自己哎。即便最后要我离开，我也会在所不惜的争取。你这样太固执了。谢谢夸奖。来，温到一干嘛？大家赶快来吃。小杨，最大颗给你。谢谢。阿关，我帮你找一个绿色的。这给你，这给你。我说护理站不能吃东西的。各位同仁，会议的决策已经公布出来了，确定成立供应室部门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不好意思哦，新护理长，我们不知道供应室是做什么用的。供应室呢，就是负责统一消毒工作的单位，到时候各单位会把器械统一送过去消毒，完成之后再送回各单位。所以那就是说，以后我们都不用消毒器具喽？原则上是的，但是因为……拜托护理长，你讲话可不可以不要只讲一半？会吓死呢。因为本院经费不足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可以轮流加班来支援供应室的消毒工作，一直到经费通过为止。我知道对各位来说这个是多余的工作，可是我们做护理工作不就是要为病患服务吗？等一下值完班的护士先去打扫供应室。这个是班表，等一下我贴在后面，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。吴秘书，请你好好的静养，如果有任何吩咐的话，可以马上通知我们。好，请休息，您休息。张总理。妙诶。哦，无啊，硬是讲无限的。孙沙老人看你下。哦，哈哈，原是这样。嘿，教授交代会照顾好嘞。哎，弟啊，伊个秘书做咩？是啊，伊有乜个问题，眼前是带唔去哦。哎，你们哪一个病房呢？等一下，这边走。啊，哪一科的？说话啊！为什么不说话？哎呀，好诶，记得爱骗你。你骗你呢？嗯。干嘛样？系啊。好啦，最近啊，新到嘅人啊，困表无立情嘅，唉，俩条人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不用偷偷摸摸的走，没有钱付医药费是吧？我帮你们付。来，先跟我来。趁现在没人，随便找。
生呢，要你们走后门走。医生，我们会连累你耶。哎呀，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，反正你也没钱缴病床费啊，大不如把病床让给其他人嘛。真的很对不起，因为我们太穷了。不要因为贫穷跟我对不起，没有人愿意贫穷的，好不好？记住哈，只要努力，就能摆脱贫穷，好不好？他们是啊，要用够好的哈。这钱不是给你的，是借你的。以后呢，你要努力赚钱，然后孝顺妈妈，再把赚的钱去帮助更多更贫穷的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啊。谢谢医生。你这样做，如果被医院的行政人员知道了，一定会被记行政处分的。我相信你不会告密，而且你会借我钱，你这么笃定啊？因为我了解你。好，我就去帮你缴钱。哎，你就这样走啦？连个谢谢都没有说哎。我要用钱了。唔同来闹，咩爱有卷折啦？穿来自家穿呢，用做唔得用啦。存钱，你存钱都按台嘿。那贴不靠，做俩做个，你就不爱钱嘿。唉，也无想通操啊。那唔想通操呐？就算我操样哦，你也唔好同我费事力呀。すみません。你讲我都冇听到。すみません。我钱都冇加。有一个骗你，我爱同期入医药费啦。
请要同阿位钱听听啦。是问讲爱要开钱有哪用无嘿？那有可能啦。营业店哦，唔可以去医院量的。启泰公子，你生米真的唔抵米价哦吼。今暝日来一斤米30克，天讲伊都变35克诶。唔免我按摩算哦，几副开嘢，我食的啦、做的啦、用的啦，反正我做泰山人的钱我为哪来啊？那有暗严重？当然有按严重的啊。妈讲的无唔错，也富态的、懒空的，钱本啊，要懒空就变得抢钱。千万啊，俺上本的。做唔对哦，你穿个漂亮的衣服味呢？你穿搭水经验滴冇？会滴啊，但系哦，你穿个先通人家的啦，我拿去反映。齐鹏仪。桂林，哎，你没吃大夜，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想把这里整理出来，事情总是要有人做啊。跟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可能在休息吧，反正我一个人没问题啊。好了，哎，同我认输了，来。哎，主任不用了啦。哎，好了，把你们做好来，来来。你帮我把这2个拿到后面去，然后这些东西都要放到旁边。哦，做得做。谢谢啊，你小心哦。哦。还可以吗？坐这。啊，错了。那煎饭。你昨天晚上来医院就是要还我钱啊？哎呀，欠人家钱本来就要还的，我脸皮薄啦。要我欠钱不还啊，就像要我不要吃控肉一样。控肉。早上的空气真的特别好哦。以前啊，我赶博士论文的时候，都是桑瓦达先生陪我看日出。桑瓦达先生。泽田教授啊。哦，我听过他的名字，是以前的台大地外科，泽田外科。齐中英，你在做呀？做啊。做啊。哦，你太压板哦。呀。做题都迄唔强下来变数的。你都变到呀哈。对啊。辛苦。好啦，咱先归去洗身的，吼。好。快点来。好。桂林。桂林，
做得衰，我很多。小杨，小子，不是你们难道不知道现在医院爆发破伤风感染，全部乱成一团？你们还在这里偷懒？你在台大做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。你才来多久？为什么要受你这种屈辱啊？告诉你，我不做了。佢係唔覺嘅，呢個高中同嚴重有問題來啊！我聽俾老師講，想清楚啊！咩建議啊？一天都有人開嘅啦。送囝無來免那強那，辦囝無來厝那。看盡那個南馬風啊，從山流來過那，太陽又來依那來演那，土平落苦那。偏背那個粒巴個。